Leo，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雲碧一座嘅中高層 G 室，佢係一個一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315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小小嘅玄關位，右邊係開放式廚房，設有電磁爐、雪櫃同埋焗爐就擺咗喺門口嘅左手邊位置。之後再同大家經過客廳出去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，可以望到海星灣嘅海景。然後我哋經過客廳去到主人房嘅位置，睡房同客廳望同一個方向，都係可以望到海景。最後嚟到浴室，設有浴缸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Leo，多謝收睇。